面对环境顺一个比听唔甘，宜湾科技村伫中职村进前，先甲所有官员默哀1分钟。随后，就针对第一线环境疫情的时机，面对外业界烦人外诉，竟然无回应，行动倒角，要求一定要尽速逮捕归案。加上警政署的统计，台南刑案发生率竟然是6都上悬，加上人力不足的困境，拢一一进行检讨。犯罪的情形一直在更新，但人力的问题怎么样能够来补足？刑事比例我们为什么会6都第一？是因为我们的员警数，也就是分母小，所以相对我们的这个比例就相对高。我们现在目前也在盘点，因为785号解释文下来员警的服勤时数减少了，那相对警力当然是要增多。那目前警力补足不是说随时随刻的补，100多位缺额，我们也是在等这个年底选完之后的一个统案的调整就会尽量的争取中央来给我们补足。宜湾中职村都要用真侪时间来表达对警力加环境关心，嘛对着日前好大雨，担市临安路路段加民权路等女区部落的严重积水，也需要动用警力来疏导交通，要求水利局一定要彻底找办法解决。对此，局长表示，目前正调向连同港加抽水站的兴建，向中央争取经费来施作。台南新闻顾问杨顺怀采访报道。